Alpha Junior GT， 澳門唯一，冇多一架，1000一架。咁車主主席阿 Wing 哥咧，中生曾經寄咗西班牙咧，成架 rebuild 翻新，不惜工本，做到成架新車一樣。睇下車內飾。Junior GT 1600係個引擎啊，講下個引擎啦。1600 cc，係拎成架車拎翻去西班牙 rebuild 喎，都好似使咗成80萬。哇！呢架車不可多得，每一粒螺絲都新，每一螺絲都新，澳門唯一啊！而家物交 only one 啊，係啊，好嘢啊！又好揸，好唔好揸？好揸，新車一樣，新車一樣，腳油都有，腳都有，翻1968年，真係呢架車真係要俾大家分享。越揸越想揸嘅，越揸越想揸。佢嗰個double Weber 係40，係，哇！腳有熟聲，係好開心。而家呢只香港多唔多咧？呢隻香港都有，香港都有，都一定唔多啦呢啲。咁好質素嘅，而家 rebuild 翻咁嘅環境，咁好嘅車嘅條件，我諗澳門真係唯1000一架冇啦。係啊，同埋都真係肯落盤投資嘅咧。落盤。佢有幾架都係咁嘅 condition 嘅。波子啦，架法拉利啦，架法拉利啦，架355啦，355啦。仲有一個 Benz 添嘅 ，Benz，仲有個 Testarossa 都係喺西班牙全部 MG 啦， rebuild 晒，全部都好嘢嚟嘅。係啊係啊。好啊，今日好多謝你。唔好客氣。